我学台语的心情，作者高嘉辉。伫我细汉的时，我的阿爸甲阿母着拢会甲我讲台语，所以我的台语讲了算袂歹。我感觉我的台语着是伫细汉时培养起来，这拢是爱感谢阿爸甲阿母，若无可能我着像甲我同辈人共款袂晓讲啊。自我接触台语文学罗马语了后，熟悉一个足赞的台语老师陈金花老师，伊带我认捌足侪台语物件。老师教我会晓看罗马拼音念台语文章，我感觉读台语足深刻的，真正读甲足有趣味的。有当时啊，我看到好笑字也是文章，我就会雄雄笑出来，真正足好耍的。所以我会搁继续读台语，希望我会当考过台语认证中高级，通来做台语老师。为着即个理想，我一定会继续打拼，甲我的台语知识搁读较饱一个。我一定要搁认真落去。